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台湾制宪基金会来公布着上新的民调，讲这个民进党派出赖清德赢面上大，赢蔡英文15%。那国民党人气上旺的也是韩国瑜。国民两党总统初选拢超未平，台湾制宪基金会伫郭台铭宣布参选，韩国瑜发出5大声明以后进行民意调查，韩国瑜以35%支持度遥遥领先。第2名是王金平，国党的排第3，朱立伦颠倒变上尾名。韩国瑜还这个没有被考量选总统之前的民调呢，朱立伦是最高的哈，可是现在朱立伦已经在国民党变成是最后面哈。伫民进党方面，赖清德有47.3%的支持度，赢过蔡英文的32%。以两党支持度上悬的韩国瑜、赖清德配郭文哲来选，韩国瑜摕到34%，赖清德30%，郭文哲是23.7%。民进党到底有没有本钱？相对于白色，就柯文哲的力量，或是相对于蓝色，像他有没有本钱分裂，这是值得民进党内部严肃去思考的问题。另外一份由 TVBS 所做的民意调查，国民党总统大选的人选，韩国瑜领先第2名，郭台铭20%，第3名是王金平。民进党方面，赖清德赢面比蔡英文更较大，两党支持度上悬的韩国瑜、赖清德甲郭文哲做伙比，民意调查上界悬的是韩国瑜有41%的支持度。虽然目前韩国瑜是领先，不过国党也积极出访美国。继续咧扭伊声势，另外蔡英文、赖清德嘛继续咧下乡。伫两党初选的时间表出来进前，拢还伫拍拼，心人有法度胜出，拢还佫有变数。